哎呀，各位聽眾，各位在華寧路人都來收聽，邊啲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我真歡喜，個人見面嘅啲清車車。等我看我有 start 啦，live stream 啊 ，streaming 有啊，只講冇人看。你是有 start 啦，特別咱嘅朋友講，伊哋 KL 拄到幾咗？你可以5分鐘，即是係半得食。係啦，少係你禮拜啊，是愛過節啊，愛過節。咱嘅毛毛菇覺得幾啊？誒，我機會學得禮拜啊，但係機會。冇，但係我訂未掉，我吹冇落，訂未掉。見，咱愛過節嘅燒較濟啊，較濟人冇講啊5分鐘啊，燒了去啊唔燒。哦 ，OK 啦。咱燒掉。學顯性，這個 building 呢，咱家了人捌去過嘅，對，捌啲入邊買車過嘅，真係出名嘅，這個所在。我知啦。你記起來啊，蘑菇，就我覺得你 next month 嘅事，你記起來哦。哎呀，舊記啊來啊啦，咱變咗鬼就變嘅。你點聲？我唔係點聲嘛？我唔係做嘅啊，我換到邊去啊嗬，我變咗鬼嘅講數去喎。咱冇知道成功嘅咯，冇知道咯。十擺換名冇變咗。咁你數看到功夫鏡就是功夫鏡大擺是講鬼講數嘅嘛。OK 啦 ，good night，唔是功夫鏡講鬼講數，誒等陣，功夫鏡如果拄到阿龍嗬。no， 我就是because 我去我去看我劍嘛，我啲 neighborhood 位我行去，我一個人看到我是基本看人厝隔壁啲裝修嘛，伊叫我 Alan 就講嚇，你是對，你講我是功夫鏡，都一隻功夫鏡都叫我 Alan 咧，我看伊面講，屌你是功夫鏡，邊你叫我做 Alan 嘅咧？嚇，來妹，真是妹，我妹了，伊妹了，伊係是講了。你講你名唔是 Alan 嗎？是啦，但係你拄到我，你應該叫我阿龍啊，對嘛？你叫我做 Alan 咧。舊記仲有啲阿妹，我阿妹伊房間啊嘛，啊，誒舊記你幾個時間講哦？冇啦，應該是冇。所以咱是冇講幾個數啦嚇。燒掉，驚掉咩？冇，未使，但是攞幾個數，我係實講，我係話特別，咪叫咱個結 set，嘛，咱個做頭嘅，成日款熟嘅。有幾個數講哦？覺得，或者啦，嗰啲啦，OK，讓看到這 episode 嘅時候，再講啦，讓別講幾個數啦，一句就對嚟講，actually 一句錄音是我唔知這 episode 幾時放 ，anyway， 注意看，我係見到佢較早夾同啲，哇，如果在這。我去橋到底嘅時，我睇你覺得，我其實早起買多呢，我未記住。死病搞笑，你話我攀啲都不多有啊，我看到只，特別之間，但是你有白手機冇白手機，冇人講嘅。你而家做成個 episode，我覺得人接唔見嘅。哈，掉木板嗬？係。OK，誒佢接木板。咁人接唔見。我係每都知下。你咪是 supposed to interview 下你個抓住嘅人嘅 wife 咩？二波？嚇，對，幾個是，特別冇，伊冇來下，不知我特別計。是達都唔是啊？哦，達都嚇，對，所以就不知。我計定，伊點聲伊未達到有影嘛，所以我冇知道冇定伊點聲，所以定聲，人家講幾個字時，我定伊講幾個數，尋講達都。然後攏要得一 episode 只呢，較早可是較晚。你咪成個9點嘅時只成個淡啊？哦，一個啦，做咁樣人準備物件來食。哦，頭一個成個阿伯安尼啦，差不多12點嘅。嚇，是叫啊？我是邊頂人嚟嘅，我係什麼時間會一隻嘅？你是講準備嘅啦，做好事咧，係I think 我 set up 特別晚就咯。我會做準備，上本啊可能看目榜嘅事，一實在拍殼，有嗱看你食阿面你看咯，有啷特別 make sure 咯 camera ready，然後我看人食阿面你看 ，OK， on 阿蕉 on。
特別有物件食嘅人，梗係使起來講咧 ，OK？ 冇半技巧，冇嘅係罐技卡。我的 Zoom 會爆炸。嚇，這邊是 Zoom 爆炸？咱嗰啲人愛食啦，嗰啲人愛接皮嘛。嚇，對 Zoom 未開，唔見埋 Zoom 咪好食啲啦。我200人啊，我 Zoom 誒好。哦 ，OK。好。如果咧人哋食200人哦，應該是未啩。你講嘅。So anyway，直到等我寫起來。我冇寫，我是未記嘅。但我都 call me 阿蕉木棒 topic ideas。tattoo 個人講 tattoo。你三條個冇啲啊咩？你已經把寫過真濟你寫嘅喎。哦，tapi 冇特特你寫 list 就會見啊。等陣我可能學人經過，但係咩講咩木棒？木棒啦，學嘅話人家講人講木棒。木棒是日本啊話是個韓國話嚟木棒，一定韓國話。木棒意思係咩？哦，棒架啊，棒架。有哪叫哪講？啊，棒架。我原來伊安尼個意思嚟啊。唔是，伊就是講互你，伊食條互你看。對。哦，食條互你看。棒架，人講棒架，佢係 recess 個冇咩想，個木棒。是啦，是迄個意思啦。你好你看啦，有哪隻有哪看啦，講。棒架。冇人有哪隻有哪講，看隻。有哪隻有人講。誒，捉啊 ，John，你有教一個 tag，好啊，另一啊。寫下你係啊，你幾講 tag 話就係都可以。唔是寫下你，到的哥咁就當佢到女啊。哦，下對我計講，我學你啲電話使啊。各位 ，OK，我計講，對，但係冇落來呢，走去啊上面，但係 OK，但係那個一個上面tattoo，tattoo寫啦，嗰隻咩哦，當個咩講，個咩故意告訴個咩，等陣咧，當叫人講就咩我哋，把住佢。白手起喎 ，because 有嘅人嚇，頂啲就話到白手起呢小人咩是話到個小人有來本呢？伊話到個白呢，咪講我老啊，個白手起。So actually 老啊，冇嘢使白手起嘅，但係我唔明佢最成個有笑嘅白手起，有人唔加白手起就係咩事啊？你可能唔記得。OK，但係咧佢覺得哇，那個轉到對人嘅 topic 啊咯，哎呀，普吉嘛，落海嘅咧自敗卜對，哎呀死！落海自敗。OK，嗱，咧實在咧 topic reset 啫。So 阿龍啊，你幾時白出去嘅？我會記啊，嚟啊，位學生，等陣位學生嚟啊。Hello。的哥，我要交代你，但我你聽到你應該做嘅物件，聽到未？冇聽到。OK，嚟毛毛菇前先嘅講。咩啊？係誰啊？毛毛菇嚟。電話號啊，嚟啊，你嘅物件。我啦，你打電話啊，然後我卡去找到呀。毛毛菇，叫你 contact 伊，因為我寄一包物件給伊。OK，我亂個事咧。特別 OK 喎，我冇聽到你亂喎。你 area，你個阿德上 call center，然後咪 call center。你個阿德。Hello，來出去。OK， so 當今呢我講白出去，嚇，主要就係你冇白出去啦，冇就俾梅嘢。特別我梅阿龍起成，阿龍成。我係細講，我會夾講。嚇 ，OK，阿龍，阿龍你其實就寫英文話看咧。但我唔是陽光俾看我嘅 back 嘛。哦。OK， 阿龍你幾時白出去嘅？只講8年。只講8。入面是大漢人啦，到啊是入面都幾歲係是？就老啊啦，30歲啦。我真係冇咩記到白出去啊，龍。你白出去。我啲 M 嘛，你都冇讀到，我係就係都冇興YouTube 咪貴啊。哦，你比我講我冇阿胖嘅咧。冇別講我別撈，你白佢出去嘅。我白佢出去，我白佢出去。我白佢出去。講係流汗嘅咩？唔係流汗，就係講我是油脂上冇咩清嘅咧。冇啦，就是嗰度講咧。start 嘅時啦，頭一季節啦就冇啊嘛。
你一隻聽，serious 嘅人啊，冇關事可能。真聽我聽啊，哎呦！伊是嘅無辜，就係佢就白眼，我擔咗，即係 episode。就因我講到100都無夠水嘅咋，一100無夠水。話咯，教堂叫我手機頭前無夠水個。哦，是啊，佢拍啊，成日揾你拍攞刀。唔係啊，我咪佢只笑佢哋 call 啦。誒，特別冇，即先你 call 冇咩笑誒，先 call，先你 call。我即先你冇咩就 call 誒，當佢先你，你用 Invisalign 啦，Invisalign 冇人聽，誒，直接講，這是咁好驚嘅講哦，先你啊，你鳥不見你嗎？我記。佢唔記得是 adopt 嘅，冇你 adopt 啊？伊咪全部相識啊？誒冇啊！哦，你看 A B，一聽我講話時候，你知道嘛？伊係啊，直直 book up。係是，呢是 A 啊嚟，係是，呢是 A 啊交嘅時候。medium small size 嘅，未大隻。超邊嘅，佢水嘅，伊顯一個大咧，係 satellite 嚟。satellite。 satellite。 Anyway， so 阿龍，你拍出去時，你講你未流汗嘅，你我未流汗，我冇流汗。我頭一個月剛講嘅。特別你拍出去第一課嘅點聲是得一針。頭2-3個月裏邊第一課，接落來我都真係自戀咗。特別你就拍多久？2年 OK。你是拍按照 traditional 嘅braces 啊，只鐵一粒有一粒啊，一粒嘅，bracket 特啲鐵，แล้ว鐵索啊，แล้ว潮領索，有潮領嘅。阿蕉講咩蕉？阿咪做咩白超機？你咪特性，我唔制嘛。because 我最近冇水嘅，所以有一水啦 aesthetic 啊，我是八嘅，我是八嘅。你是道哥啦，叫做個 burger。我是八嘅，我當今搞我。你少冇咩歡喜嘅話，如果冇咩滿意，你當今未？冇咩滿意就因為一出呢初時 OK，特別頭前嘅腦病嘅主機咧。你是冇時間係咩物件？你講嘅。冇特別老古要介紹我聽 ，because 我係頭前腦咧煤氣啦，我係大煤嘅最大氣啦，煤嘅最氣啦。伊是腦咧，伊講嗰陣時做病咧話，我係中意看到一個坑。哦，正。一定面是較快，我一定面是較快。你安尼去，變咗安尼一開嘅呢？啊，就變咗講學，一定要學內力較快。特別我唔知伊看掉邊下，特別講下咯咋？伊到底 clubhouse 會嘛？講是 overbite 嚇，伊是 overbite 嚇，伊是話嘅 overbite 掉。特別伊講那是你一做喺病時，一邊有一個坑，有一個拍嗰啲釘。就是講伊內力拍跌，可以跌落嚟咧，嗬。所以到伊特別內邊特別開淡薄啊。對，因為一中嘅坑唔是規條，一中嘅坑唔是規條有坑嗰種，一中咧好似隔日頂面有坑。頂面有坑，所以特別一吹機唔是水嘅吹機嚟，所以冇一直講做 veneer 嘛。一直冇喺你自講俾你啦。啊，特別當然你去 consult 看當然未必係啦，自講俾你啦。你去韓國，你要做嘅，你要吹起規頭整規擺一支呢，你看規大擺咩做咯？我玫瑰咧有會使做嘅，特別有時冇咩時候俾佢笑，種嘅 corner 啦。特別，所以我冇。特別你做你未必都免百貴，特別你請 retainer 時候阿龍。because 我古仔當然冇請啊，我古仔唔知 retainer 就我做咗幾牛。係點先是？安尼拄好，我自講俾你做嘅嘛。我自講1年是對嚟邊嘅啫，所以我自講1年，我愛對伊點先是拄好，是我應該偷掉迄個鐵嘅點先嗰種。我偷咗幾後，特別咧嗬，我應該是上特地佢機會在打嘅 by right 先嚟款嘅。我講我未喎，我死掉我講嘅喎，所以我就會對邊咧，我對邊咧，我是 back for good 嘛。所以講我安尼款咧，我覺得偷掉佢咧，伊後尾幫 retainer 好啊。哦，所以我出去後，對，我好了嘅，特別我出去後尾是有 retainer 嘅嗰種，出去後尾是有 retainer 嘅。你冇偷，你 permanent retainer。permanent retainer 嚟，特別我冇偷，我偷嘢，我 permanent retainer 倒掉了對邊嘅嗰種，所以講好你就去看 dentist
你學定啲是隻海路咯 ，because 頭整是冇數咧，咁都 OK 呢了是到中國，呢中國做誒，係啦，我對個邊咧，我阿妹 retain 咧是對到我真係謝你嘅時候，我是唔知，只是 recently 2年前我夾頭呢，一對到我就謝你嘅時候，哇，你未行過未講過，特別問題是伊掉吧，伊掉吧掉菜咯，教你吧掉啊。掉咯，所以我就邊個我俾寫個情形掉吧意思是講你食物件咧，物件啊，伊掉啲內邊位內邊咧。伊白拍掉就拍曬，because 伊後尾 retain 咧是攞幾題嘅就，攞幾題嘅。你手機拍吧。對，啲股票嘅，because 我攞邊頂邊嘅卡，我本身有掉，我有貼線嗰度貼線，咧伊唔叫燒咯，可以貼線丟掉嘅嘢嘛。所以頂邊呢是地強講咧，啲股票嘅，啲邊嗰啲開出嘅時我自己看得到嘛，所以我係自己去挑你爆出嚟嘛，但是換一掉啊，對面我是挑唔到咯。我如果有講我有用我字去幫我嘅字。我當時是用一時嘢嗬，是邊咧嗬，我是 feel 就講有物件無清氣佢咗，我邊咧，特別迄個吧 usually 是直接過了，直接第二日變咗時，伊就家己拔到出來啦，because 伊是白來嘛。哦，你冇成日變把光起，是把虎起出來。我變把光，一邊把虎起，一邊把虎起個搖起。咪清楚。你出來時一條，當然就輕嘅，你把虎一條夾嘅啊。一出嚟，呢個係拍。哦，特別 OK，但係阿蕉講，做咩事會翕手機？啊，唔係，做咩事會白手機？我呢，我做咩事白手機是，因為我 start 嘅時，我聽到我是 underbite，所以我一啲，人哋都看到我下海，叫下海啊。我下海是尖拖出來嗰條邊啊，都看邊啊是，所以伊是我一啲手機是冚過我係頂完手機嘅。呢，人叫 Babin 啊，嚇，人叫 Babin， 啊 Babin 對，我 Babin，佢打成下嘅啦。แล้ว我 Babin แล้ว一啲就安響夾出來，แล้ว一夾是手機個未拔嘅，所以我食成個 burger of course 最 obvious 是我食 burger 是我夾咗幾啲拔出來，因為我夾未對拔，你會想咧好啊後生，嚇，搞我想。你我但所以上邊嘅話，because 你們是安德拜啊？對，我冒吹對。貓吹。人拍聽我叫老下海咯嘛。係咩下海？老下海。啊，老下海，咁你下海夾老落嚟，佢老嚟嚇。啲人講夾小夾老下海啊。夠講話啦，其實啦，成日都夠我上整啊。你好，特別我嘅 case，我唔知你嘅 case 安怎啦嚇。你看你 profile 啫，你看你 profile 啫。是啊，我記錄嘅。等。Hello，嗬，伊個係。我under。我係尖喎，我係拖出嚟。我等你講，我係阿張講。但係我俾看，我同我冰嘅時候，我冇看到你冰係我看佢先。我這樣解。我講這解本啦，阿咪哦，我因為我係 underbite 是，我係一個個尖咋，我係尖就拖掉。對。伊看落。moon face 啊。我係我 moon face 掉。my moon base 啦，my moon base 啊。我係 tricky 呢是夾別掉我咁樣嚟講，แล้ว我個係 underbite 嘛，特別我 underbite 時呢，我就因為我細細漢就去看係你做 tricky 嘅你巴當波羅嘅做 tricky 嘅等嘅，我知啊，是巴當波羅啊，係你 governor 對面嘅 hospital 對面是巴當波羅，係是巴當呢是巴當波羅係嚇。我未記名咩啊？Barang Pulau tu masih kerja pergigian maktab guru, mesti maktab guru, mesti sekolah pergigian kami ya. แล้ว我咪是去那邊做出去嘛，所以我到那邊做時，樣到聽到無興講白出去嘅，你特別要求係依家有考慮去嘅 orthodontist department 嘅，所以我都 already apply 咧我特別等7年啊，唔知。啦，是啊，會等隻股嘅，人咧，攞對排隊嘅咯。對排隊，所以政府嘅嘛，
แล้ว我咪是講，還是差唔多係大漢了。有時講啦，朋友講你等較大漢做嘅是較解，你就會較少咧。唔是講別使寫細漢啦，你會出去出個了，係咪個了？大概15-16歲，嗰陣時去看是最好。了我就別嘛，我就等到我就唔知10幾歲啊，個19歲20歲個係了，佢講我你會寫貴啊，一個別嘅就。伊袂成講你定到佢哋政府啦，伊是成個你交一個點聲吼，攏該做我突然咧學坑嘅啦，攏係自賣坑啦，一個不了啊。了等我係拜清㗎，係你。sorry，我隔啦係拜清嘅啦，隔啦係拜清嘅啦。係咪？OK。來走啊！我愛點走嘛，那真係我愛哭，我都哭啊！我未得閒。OK， 我掉你到馬來西亞時掉。拜。了，我就等到不 anyway， 我就去看咧蘇人嘅老官咧，就教我嘛講，我這是 underbuy， 我這就被 fix 個 problem 咧，把喙齒無教嘅，我就被顧位咗。顧位咗去，這邊顧一隻去，一個條鐵接到對，一咪是十個接到對咯。上 case 所講上。嚇。路顧你咗啊！我顧位顧招你冇嘅，我冇顧，我馬上聽到，唔係啊，我馬聽到買。我呢數顧，伊唔想個路嘅baby 呢。特別你呢個我馬是講，都唔是講真正 serious， 買去做，講成個會去開刀啊，咪成個捶背疼啊，馬是講嗱嗱。แล้ว of course ก็จะเจลุย咯，蘇人蘇人嘛ก็จะเจลุย so 我嘛就講咩，แล้ว講咩咧，正住我咪是 OK 咯，幫刷起咯，咪去插藥。我去收到一條批政府講收談話了，佢是19歲啊，嗬，18、19歲啊，未記。แล้ว政府收接後，我就去啊，人講看我嘅手機，因為我 underbite 唔是講真正 serious。伊人會底板兩支，頂面板一支，然後敲開按，所以變咗會底就會走入去頂面嘅南面，阿咪會底嘅手機就會揪入來就對。所以係你是個 plan 咯。所以我變咗 surgery 就 out of the picture here 咯，冇做到開刀。你咧，德哥咧，你去看老官。OK， 看老官，上我們等政府嘅。我等啊3年幾，我本是馬路做呢，馬路 start， 馬路做無久呢，你未開刀，未開刀啊，因為我嘅情形比你較危，我骨架拖出來，所以當今是，來看你去嘅，OK， 你幾時把殺青？馬路呢？10月幾啊？馬路呢？2個月呢？無久呢。แล้ว到嘅時無安尼聽，晚嘅時是聽甲靠白。你玩咗隻機？正面落機咯。會得咧？我正面落機。第伊無玩過，我唔知咩事。I think 會等你調，因為 I think 會等伊開刀時間看。應該啦，唔知啦。不過你就講嚟講是，你玩咗個白嘅嘛，不過伊係原本是上個白鐵。I think 伊是再調開啲，有時間嚟看你山你。because 你阿未刷你咗時，你唔知得機會版嘅 maybe 啦，我唔明啊。一般佢哋對面落機啊，嗬，你意思 expect 嗰100嘅時可以拔起啊？因為我是冇衛生啊，對。手機冇衛生，依家會一塌來塌去，冇衛生，所以伊把你手機咧 spread out。對，伊看位啊！你冇賭過咩？白青都冇賭過咩？白青I think 伊是你是白阿咩白嘅嗬？對，然後我係頭前落去嗬，當一坑嘅。所以你是上這坑。對，我係開上大貨位。你上這 space 啊，然後你特別。你咪當啦，你。
所以你上是 space 汪嘅是，我是阿妹本是上班，我阿妹本是上班冇病嘛，所以頭一般就中午一嚟了，可以拖眼叫做聽到你爸爸就嚟罵。我本有呢，真聽，正聽，了我甲你講，國較衰，我國較等下，你講啊，你講。哎呀，對喎，啊，第一條那個叫伊啊，成日唔知。我係你後陣啊，係你 wisdom tooth 啊，我幾哪嚟咗，我4嚟咗，一般3嚟嘢咗。哦。咪如果你少人如果 already 在wisdom tooth 誒。 Oh my god！ 特別我甲你講啦，我顧一嚟個咗，我顧一嚟個咗。我估一個咧，一個咧是剃掉嘅咯，拍壞剃掉嘅就，所以你咧坤一直坤活嚟就，係所以但是講要人家有自己一出來嘅話，你話我出去壞嘅。哎，咪清講我係直接去食 dinner 嘅時啊，是我話你第5節還是第幾節班 wisdom tooth。哦，你班就自己，班一去咧個夠嘢咯，大佬仔。誒，特別你有幾支嘅了？你4支嘅啦？我個是40歲啊，呢時間嚟 start 個碌 pipok 嘅了出來。哦，但是講你搞啊，咯 finally。但你個了是歪了出來嘅。哦，個了呢閃咪酸呢，係哦。啊，所以我古早college time 嘅時我白出去，我白對面阿弟嘅了嘛，所以我白對面當午一空無。是喺當午一空咯，but then 伊樣本是特別耍阿弟嘛，所以 because of 我生喺 wisdom tooth 我係一十個我頭阿弟啊，出去嘅啦，我再壞啦，係咧。哦，哈，所以叮當你無 wisdom tooth 就會出來是，數好事啊，當然出來是塞掉壞去，你班定住你班就班到自己，唔係 wisdom 呢班。我班阿妹這邊阿妹咯，一聽是啊，伊 because 伊做到伊嘅頭前 decay 嘢。哦，我個嚟去班咧，阿婆。哦，你幾時生？你是幾歲時生嘅了誒？40歲個都別搏嘅了出來。做這啊，上一年出嘅了啊？你有你出無了，有你出一半，安尼啥愛出未出，安尼我是安尼差了啦。真係我一世人第一件就是 dentist 嘅，佢咁嚟安尼。哦。啊！直接我班嘅時，你 dentist 問我，你做咩是唔是未困啊？我死啦，佢咩未困？做咩事咧？就是在。呀。應該我去教嘅時，我邊嘛是真正安尼啦，驚嘅邊。我同你講啊，你講 wisdom teeth 啊，我13歲時啊，舊年啊，舊年13歲，舊年啊，對我14歲啊，生4支嘅啦。哇！你爽咯嘛？所以了，就是講我生4支生嘅了啦，嗬，我就出嘅了，特支出嘅了，特別我舊年是聽到我出去吧，真聽，特別我4支我until now 我個4支嘅了就，水嘅啊，係啦，水滴滴 normal 呢，呢個好咯。了，我特支嘅了有冇壞？我 until 今年50歲啊，我 still 我係身體4支有嘅了個，冇住喎咪。特別 OK 啦，你應該是 OK 啦。特別我係喙齒呢是歹是因為頭，因為你知唔係頭，因為玩嘅咧喙齒一件有個好嘅邊一個嘅機啊，我係自己冇咯。我等於我自己這邊有政府我未記得份嘅。所以冇好嘅，好嘅有，你係好嘅邊啊叫，我說安尼都多多是幾？我對面玩自己會對玩落去，嗰件跟，好嘅邊啊，好落去啊，特別我說是會冚嘅啦，誒咩 EQ 會冚去嘅，會冚特別。我正式嚟講咧，是你是正每 dentist 咧 ，dentist 應該是 advice 我開刀嘅啦。特別我係冇贊成嘛，還是驚講，哎呦，你好好去開刀你看，所以變咗冇開刀，然後變咗我係 jaw 其實是拖出來嘛，被拖進去呢，伊個手齒都會貼哦，接冇，伊接你看咯，你唔是伊未講。
參根本拖回去嘛，因為我骨咗到啲合併嘅嘛，所以變咗安尼變咗我誒起坑嗰啲，阿爹位我哈，坑，因為頂到時伊是一啲一徛安尼是伊手機把砸掉嘛，然後你徛安尼是變咗一棒拖出來嘅啦咯，然後我一啲只我。骨手機吧下邊講我骨，但是我坐手機吼，我真正只個我手機，因為我如果講那是我無個，一隻我骨，那是垃圾媽咪吼，還是就伊對接個只침位啊，讓手機吧砍掉位，我白手機啊刷過手機個了吼，伊 expose 一隻伊個筋嘅伊個我骨嘅位，所以我常常就會floss 啊，我無插完裝，我特別洗手機洗個只清氣嘅，所以安尼看咧，但是咯。你看我buy restore 啦，就其實對，但係伊是 expose 較濟我手機卡咧有坑咯，係特別喲，這是一句 remix， because Queen 嗱邊嘅數，remix แล้ว等陣我問迄個無阿蕉，但嘛阿蕉問準備是人白手機嘛？然後你人無白手機人有想準備是白手機人白手機哦，江湖見我白手機哦，我想過哦。你我早幾個月單手機嘅是單手機是咩意思？我是 root canal， root canal， 所以我看你手機本是塔本嚟頂，但是如果即係特別白手機嘅本，我看頭頂我看，我記你看係塔，還是頂面還是頂我記，即個呢？即個看在阿德，等陣我看阿德得咯，阿德得咯，係咪？阿德 OK 啦，手機 OK， 一啲淡薄，佢哋頂面淡薄，我啲淡薄。你會是買無開個？哦 ，sorry， 我一啲無病，然後成日都看，我一件啊，直直面未清氣。哦，你到啲頭邊到南面嘅數。Yeah。哦。我直直我 already 有2年啊無去看電視，所以愛去做 skin。我一年去拍啲2擺，定到去3擺還是4擺？屬理啦，屬理啊！你看到？你咧看在我後生就看在德哥。你係超齡哦，我係有看到超齡，你係超齡哦。我冇，呢係 rubber 啊。嚇，我即 rubber 即是 bracket 啦，唔是你拖啊超齡。啲拖啊超齡是背嘅時間嚟，係你。對，背後背嘅，一鎖掉後背。一直 hook 嗰啲肯定好。對，我同我講緊得咯嘛。兩百隻個超齡。吧，那就謝嘢咯。我打我佢都咪睇見真係冇嘢。八嘅時無安尼聽啊。嚇，八嘅時聽你講？八嘅時無安尼聽啊。八嘅時有然後我講個靠譜啊。這是八嘅時。你無係八隻啊？因為也是蠻貴嘅事情。你土啊！哦 ，maybe 這是政府嘅事，嗰時冇辦過啦，嗰時冇辦過，你幾年後？可能伊把將無了，係少少嘅。我先拍冇咩掉。伊有係，然後伊把將呢啲針哦，哇，成個針車針啊，一等下。然後我看到我攰不住，你看到我咪看到我頭，哇！伊踩入去嘅時，你成個你線小吧，你線小吧，因為嘟，然後 OK 啦，踩入去了我話踩是聽咁樣先 OK 咯，然後嘢咪要 start 嚟啊嗬，start 嚟啊，然後伊頭先是板住明星啊，伊板住明星哦，哇，板架，因為我係嘅伊個 root 啊。嘅是安尼款嘛，手機是安尼款嘛，對哦。伊正長嘛，所以伊搬出來的時候，伊見掉啦。伊老官講 shit，我講死啊！哦，別了 shit， 別啦！伊見支去到啲入面，支去哦，啊個不要緊，迄老官講
不要紧啊，不要紧嘞，我甲你做咧。哈，你定着不要紧啊，听人死。你讲，你别人玩一道耍嘛，伊个夹一鐵膠，你看，哦你拍你看咯，你揪出來。往時別掉隻機。伊無可以困嘅嗬，咱美國嗬 ，Wisdom Tooth 會生 choose to 困嘅咋 ？Please 啊，冇嚇，Wisdom Tooth 會生 choose to 困。特別唔是 Wisdom Tooth 啦，伊是我大家看人share Wisdom Tooth 啦，下面物件美國啊，佢 laughing gas 啦，哦，請佢喺度。我呢邊個無限景嘅，伊是假如講係 local 嘅。Actually 冇是較安全啦，老實講。你個減就 risk 啦，所以你自己卡紙，自己嘅卡紙，到底一件紙喺裏面。紙喺裏面，然後一個嘅咧鐵件，反正攪出來。我這邊嘅，真正食啦，我這邊嘅 recovery 真正久啊，因為伊個傷到嘅位真大，然後嘛一個嘅鐵件，然後攪，變到個較大。所以你手起白㗎了，傷㗎了啦。傷㗎真係食啦，然後我食物件。你咪生隻隻咯，未食咯。冇啊，你睇。你要你本來食，我本未食啊。未食咪是生咯。如果見嗰掉垃圾喎，我係我一邊。肯食。然後甲朋友出去嘅時，伊兩個全部你話，安尼肯食個表現嘅，我這邊個出去嘛。我話要笑，班這邊嘅事啊，我食。嚇，你想一個古班 overlap 一禮拜。哦，一禮拜呢？一禮拜個誒，多學兵啊，多學兵教，多學兵。你看過迄個鳥啊，鳥驚食物件。嚇，鳥驚食嚇，金蛇食物件呢嘛？因為迄老君是講平常時咧嚟講咯嗬 ，based on 伊嘅 experience 講一禮拜過後咧。班這邊嘅是，你人 patient 就會好了，食嘛，因為一禮拜就 recovery 特別你就去屙嘅時候，如果佢鐵機嘅話，叫，如果佢話屙劍啊，你看，我 recovery 這邊個未好，我這邊個較輕，我唔知什麼事，啊，等下，你係你冇知啊？等下佢就嚟出嚟叫呀，然後所以伊一般攞見嘅，特別I think 伊會應該 maybe 會啲面板冇可能 ，maybe 但係你準咧，原來我講話是原來卡門啊，所以逼切咯，第是我唔知啊，我淨係解掉啦，去 X-ray แล้วรู้話同我講你 wisdom tooth 我唔知係3支，錄3支了，แล้ว個表記咧，嗰陣時成日阿龍同我講係困掉，困掉出來嘅啦，困掉，所以就是 surgery 啊，冇變咧。Wisdom Tooth 較濟個咧是 surgery 啦，我看。對，伊講是算到大 surgery 啦，我未曉啦，我一時人就是 I think 是真正 normal 嘅物件，特別是真正你特別開到你去半點鐘。特別伊正常伊開迄個 jaw surgery 喺度解啊，喺度 jaw 個解，喺你開是個要緊啊，你 recover 嘅事啊 ，recover 嘅事，你咪一錘就被拔掉嘛。然後你著一禮拜，straw 呢？係咯。actually 你冇看，伊個面啊，會變形本嘅啊。當咱看到當機咪，咱看當機咪，啲個看好好，或者做 surgery 時伊面變形啊，變滴數。我哋咩啦？滴筍啊！變滴筍是愛做 surgery 啊？我簽咩？哎呦！耶！幾歲做？冇，應該3-4年啊，冇你咩？哦，伊對白伊就幾好事啊，嗰種哦。就伊愛啲 follow up。誒，你未使無來，到對你都別來嘅。就是講啊，我唔知 recovery 安怎了
你緊張啊！即係為聽會仔女變咗係咋？但當時聽人講做，你唔看，正聽看到人做啊。你做嗰時，你錄音，你拍掉時本起來好玩看咋？你拍字咧，你拍字我講，你拍字我講，我對你講。แล้วนั่นน่ะ是講為咗水嘅啦，白曬我聽我當講，你講下你 problem。我係正正是正辣啊嘛，所以正拖了啦。你未爆咩嘅？係咪？爆成日都講嘅，我食嗰個有啲加咗落啲白加落出嚟。嚇！一拖就佢哋出來，你成日輕輕嘅掉呢，你是安尼看的是嘛？你是拖差唔多佢哋吧？你拖出來你未加係對。有啲人爆物件，冇爆未好事。對，我是未食物件，反正你未食麵粉未嗰度。對。你就話安怎？你阿妹爆啊，未一無擺都好事啊。哦。你頭前食麵啊？是用後尾啊。你食麵嚇，你未加對麵嘛？所以我特別是用紙，用紙做喺對，用出做嚟做喺對，是唔是？對。你用紙，你講呢？你個紙嘅紙起嚟紙起喺對。แล้ว哎呦，美國都少係見啊！對，你整好都對掉。唔使啦。แล้ว唔是講有條水啊，白曬我成日可能用嚟看哦，我這邊 join 啊，你骨頭這邊 join 啊，水，你 muscle 㗎啦，就 tension 㗎啦，正，對，我冇講話，冇成日我點我聽我講，我就講話本水，所以冇做袂使，迄個棍唔知是唔是好啊咯，感覺是好啊，伊講。你當劍是淡薄樣咯，然後舊都做嚟，對。Actually, underbite 咧 joy growth 條係 continue to descend。對。你看你就 serious 係你個少年噶嘛，你10幾歲嘛，我當見過10幾歲係未 continue to descend 啦。特別我感覺我係continue to descend 都嗰個正啦咯，所以特別就開到。然後procedure 就像你講嘅咯，然後這邊伊攞出來，伊磨伊磨了，頭鐵機接得對，接得對咯。然後伊就講，你鐵嘅做啊，你鐵機當嘅做，是啦，鐵機啊，這鐵機啊，對，鐵機啊，因為冇做，你係未。我有 guarantee 嘅哦，成有人只做啊有特別好事嘅哦。特別你這我看這人做誒。伊是講是真 common 了啦，然後伊講伊嘅 case 是真係成功嘅啦，然後伊蠻有可能佢講有 fail 嘅 case。喲，我睇路係你哦，擔心。嘅 anxiety 啊。無，因為迄個阮是講，我上兩句，伊是講，你橫掂你都聽了嘛，你嘛一頭聽互伊了咯，你咪講你會當出問題，個再做嘅一刀，個再開嘅一刀。你是就係講你對了伊個 problem 來 fix 啊，你一頭去 resource 解決去啊，你不得對咧。有時講話下面，淡薄那超簡單嘅反正啦。人家講嘢是不行嘅。安尼，是唔是？然後 retainer 唔知鬥㗎。哎呦 ，retainer 就咁講 ，retainer 個數。所以大媽，即我看到佢哋未使講到啲 clubhouse 要梅，你話 retainer 阿龍你請困起未？阿龍那是冇困起，你開埋啊？伊I think 困起啊，伊係retainer 就哪種會當頂到我做是無啦，伊一種是 permanent 嘅，一種是唔是 temporary removable 啦，這是伊成個人擺出去時嘛是 cement，後你黏你嘅個口嘅 bracket 咯，特別你嘅 retainer 就是叫 permanent retainer，伊是黏到啲兩邊嘅，所以伊是到啲吹氣嘅兩邊邊。แล้ว伊本是上 bracket， แล้ว伊一個鐵上起來，所以伊出去袂走呢。特別你 always constantly 特別做把虎把關到啲後尾哦，伊會調你。佢行khó咧。
我拿3坎坷咯。真正坎坷。但是你買呢？坑大，我這邊坑大嘛。然後食麵啊，就逼切嘅，然後食豆嘅，有時腳無都驚講，等係成日都震啊，拍掉啦，我自己佢哋撐咧一條咧掉掉。一條。麵啊，雲吞麵啊。我調細嘅，講我時候原本頭前看嗰時候我淡薄嘛，咁用手機丟出來是飄得到。誒，即係無白手機人唔知係考啊，即係考你即係。所以無白手機人真正好命咯，係咪啊？特別真正 bless 啊！特別我嘛是 bless 咯，我無拍手機。嚇。了，免白嘅人就。伊無手機咩？佢坑嘅。搞曬啊你！伊佢全部手機嘛免白。你聽到我講話有走行喎，無走行。有啊，你刷講袂着。所以特別無把手機，你手機袂使講你手機 OK 啊，無啥壞啊，塌是有咧，毋是講人有壞特別去白，特別有問題，你水嘅啦，個啦。好，我手機我 actually 我有淡薄白嘅 underbite， 淡薄 underbite 嚇，and then 我哋做嘅人甲我講，古早生類嘛，伊叫你來爆夾你貪啊殺。生樹淡薄呢，我是 border， 我係嘅有淡薄上啊，早是有上個。特別你喙齒會底有就拖出來頭前手機咩？無，只少呢，來 1 millimeter 嚇呢。我咧你咪講掉咯。袂當佢袂了 ，because 我弟弟我mother 豆豆講嘛，無類啊，家己手殺你上個殺個包啊！伊無嘅整骨腿有咧整咗。我好家仔是無啦，因為我無 baby 嘛，我係 niece baby 咯。哦，所以有整啊。叫骨啊，甲伊內力針嚇。骨啊，甲伊內針。伊唔是喏，伊係左嘅邊一位。喏，伊講結骨啦，伊左係用結骨。應該嚇。結骨啊，計內針，你指內針嚟咧，真出來。你知咩事喎？伊唔是為咗愛水，就無應該伊 speech 俾韓國講話。頭靈愛。speech 講問題，人哋白嘅人無覺得愛水嘅 speech 嘅。皮講創鬼嗰嘢，聽到，是唔是？尤其是只 serious 嘅 case， 你皮講無咩創鬼就塌掉可能。特別你嘅 niece 伊變咗變咗自己做事。變啦 ，of course 啦，變水啦。成個整容過呢，成個做變過呢。成個滴過by滴孫去啊！滴孫去一掛字臉咯。人看白到水時就無成個話咯。唔是你驚，水時唔成個話啦，水時拍人橋嘅啊。你哥你 family 邊有人安尼 problem 冇咧？告訴來了。來。OK， 我係講有毛嘴。我係講嘅老爸有毛嘴。我係講無毛嘴，我係爸無毛嘴，好死咪死講我毛。標白標。係咩是毛嘴？毛嘴就是 underbite。OK。跳安尼，整啊！我係爸。但係是驚個嘢咯。葉孫。有可能。冇咧，伊講伊哦，對跳一站是伊講有啊，伊講嘅講冇，特別唔是講嘅爸。我係講嘅爸有。但係你三代啦，跳一代一個路個掉。5代。跳5代啊！你說伊講伊講無，伊爸無。伊講無。5代無。所以你接攞三跳5代啊，路個在殺啦，路咪就個在一攞三咯，睇嚟是。死啊！就對啊，唔知啊。唔緊，人家安尼個 unique，夠告訴講話俾你學嘅。你舊時 future technology 個夠好了。maybe 就其實係自己阿文嘅轉就叮就好嘢。你不要講佢入頭換嘅好。換頭呢 screw 成 screw light bulb 呢，轉。冇別使講，你做啊，一定要 good for recovery。
唔知哦，我無到 Malaysia that time。我會記做because 伊講話上加like 所以 speech 嘅問題so 去做咯。但伊小妹都冇啊。我冇淡薄。tapi lu 我講話有時冇淡薄。tapi lu 唔知你開到是幾時個啦，所以你就定8一站了，過嚟講幾時係開到啦。對，沙叔伊擺了伊慢慢朝到對面嚟講，我開到日子較早咯，這冇定對啦，係講嘅。所以伊特別because 冇講到幾個節呢，2個節呢，所以就看你嘅喙齒就硬酸咯。但好嘅就你個少年，特別你8時個我差唔多嗰啲上會啊，我是19嚇，我19歲8，我 form 6是8嘅我記。上哦。所以還是我是冇變。我免累啊，我是政府嘅。OK，我係 case 啊，沙叔是技術員嘅咧，第一減5,000。8年嚇。8年。阿知5,000，我 OK 啊。貴嗰個片來借，你睇我學我驚，你就佢累哦。美金問講啦，美金啊姐。60,000。美金60,000啊！美金60,000啊！這是係咪咩名咧 ？Because insurance 冇包 is considered cosmetic。哦。I mean normal braces 喎。我驚冇你驚一個驚60,000，還是貴啊你？冇一個驚60,000。一曲好啊！我打嚟把你啊！哦 ，This is too much 60,000 for normal braces really too much. Yes。特別我擺出去咪是冇 insurance 就冇得貴。你個擺 invisible line，差唔多10,000咧，差唔多10。maybe 係攞年整咧。就我是擺 TA 先。TS 在 Malaysia 做嚟 US 做 continue 做，了過一隻1年後，我係手機我冇情 retainer 就數算㗎了，我嗰隻貴8個，所以貴8個是about 2-3年整嘅時啊 pandemic 嘅開始，我 start 把手機到不如講10,000呢，我是包個了嘅，是包計做好嘅，啊咁你貴嘅真係奇怪。我伊講我講是因為即 cosmetic 嘅時候 insurance 冇包。特別我係咪 insurance 冇包？人哋我上樓啊 ，insurance 冇包本。我是講伊講我講是60,000，伊唔是愛拍好我驚貼嘅，伊是拍下你 Invisalign， 哦 maybe Invisalign 嘛是貴，特別咪是貴，但所以我打嚟把你。特別你去吹把你 dentist 看。我的 dentist 啊。冇，你吹把你 dentist，把你 orthodontist 看。because 60,000我 feel 到淡薄。對，即貴我。冇，我係俾錢。冇可能10,000 maybe 16,000有可能啦，特別60,000是冇可能。一貴 insurance 啊，唔嘢㗎了啦。I mean 你知咩事喎？我知你貴 insurance 是 because 貴 insurance 是數 because 伊國路 insurance 嘅價錢，伊唔是國路 individual 嘅價錢。insurance 啊，樣有個出 insurance 嘅成日看你 insurance 會談到你嘛，所以下啲人咪是國路。佢嗰啲 insurance 拍嘅，你就冇上嘅嘛，樣拍嘅。你就你 insurance 嗰啲係 individual， 伊嗰啲冇上嘅，所以你佢冇，伊唔是 individual 嘅，伊是講伊get insurance information 嗰兩件嚇 ，and insurance will mail the letter。對咯嚇。how much is gonna be cost？所以看到寫出來批啦，你只要去嗰啲 doctor 講，我當要做自己嘅錢，就對啦。依家只冇可能，你到底係俾嘅60,000嘅。我10,000是包個了嘅記，伊是成，有啲是你較便宜呢？伊度成日講，伊是個路 for 10個節還是12個節，了你個就 adjust 嘅錢嚇，伊等於是講你係個要加 extra after 12個節，你個就加好了哦。了我是直頭包價做嘅咧好個仔啫。因為我爸嚇，我爸個意思講我講about 10 between 12個月跟18個月最好嘅啦 ，Invisalign 啊，我爸到24個月，話你個好，
好嘅是個停啊個6季節嗬，個外對嘅是個再去8季個再加10唔知10季節，所以我都賺到對啦10千，我個第一是包個了嘅數。แล้ว我都ไม่ได้ฝัน咯所以บอกกันแล้ว做係個ทำมา retainer 所以當佢ว่า佢做 retainer 係派 retainer speed 係咪一個做好玩所以做 free 啦我10千裡面包過啊咯我殺手是包你超術嚟講嘅咧100千數錢政府要學嘅減喎 surgery 冇上嘛對，政府1000200幾，แล้ว我買是 government servant 嚇 free 啦像我咪是 free，因為我爸媽們是 government servant，所以我們是 free。不過特別你講那是 braces 5,000啦，嗬是哦，睇下點寫啦。If normal braces 上下都係5,000啊，本應該冇貴啊。因為我古早意思講我 around 20年前嘅時啊，嗬，我本是 around 4,000嘅咧。冇嘛，我就冇做㗎，我食飯就食一隻攤細起來嘛，對那是啦。我袂使講咁嘢嘛，對咯。本來是講隨起來，阮袂講真貴啊，特別當今真濟人白手起啊，我啦啥？頂到我啦白手起是無呢濟人白嘅。你知我朋友出去是水嘅，伊講100，我想120咯，我想120咯。人睇那是愛水一個對 trend。冇，伊出去嚟。已經是 perfect 了我唔知。你係咪屬於白啊？要甲你講係咪屬於白啊？我屬於。伊嫌伊講這邊歪淡薄，我拍甲你邊歪係咪？我安尼看呢。特別無當今真濟呢看呢，覺得整淡薄，邊淡薄被酸淡薄呢。哎呀，我這邊歪淡薄呢，斜淡薄，我特別去做嘅。你嘛特別有鐳嘛個誒？就是咯，你係不連掉嘅。咁開啦。不連掉嘅，你是係啦，你叫咩啊？成個你，我古早白是 every time 去 service 是學100塊安尼，就學100，所以 OK，伊唔是冧心嘅，就冧心有可咧。成個 installment 嘅款。所以 every time 100塊。你去跳出去嘅時候，你上面我有時是特季節去一擺，然後伊個你鎖開眼。對。鎖啊！嗬，第一。古早真是第一道嘅是所有人個哇酸嘛，伊所有人啊嘛是酸哦。真正嘅是頭幾道嘅是愛食唔敢食啦，酸啊又酸。啊到尾關係啊，所有時啊掉啲冚咩去食，你播到安尼加下面一個咁咩零哦，一個都冇播嗬，一個試試安尼眼係掉對，你哪驚你手機就哪未 adjust，你用嘅就 adjust 佢。對不呢？到尾又無咧，無安尼。無咧小配啊啦！特別我講聽，你往前，我係成日看唔就亂嘅想啦，我係提，一 bracket， 你以為是一支嘅鐵嚇咯，換一鐵嘅屌啦，然後伊鎖時是到底後尾要一個物件，佢自己就扛伊轉開眼咧，即係轉開眼咧，後尾咪就掉價咯，你話嘢價，你會啊！真甜嘅，吐到你擺。所以老闆伊當天嘅老闆，我唔知乜事，應該都有啊。好辣係啊！伊有嗬，辣一支好多辣椒，所以我成日貴咧食辣椒，大隻。對。我要一擺嘛，要一反正一擺一條嘅辣嘅，然後你會黏一碗出來啊，你甜。我係小弟怪難嘅蒜椒，我而家咧辦講愛食。你辣係係咯。因為冇係有陣時哇。我係有冇時隻咁樣去嘅，吞咁樣去嘅。嘢辣，你冇係咩咪清？有喎係，特別成日你講咧，本是咖撈去嘅啦，你特咪教你後尾嘢係你包。教拍你人係切嚟邊嘅包。對，哭掉，可能成日掉糊咧。都哭掉啊！嗬，先哭嘅時，聽下後尾成日關事啊。佢可能問佢 Q 伊去 Q。我話寫啦，安尼係香。冇講我安尼講。係咩？對，衰啫，安尼就可以掉啫，可以逼啫。特別我垃圾我有朋友人白學，伊人成日都講伊哋你內邊嘅啲白嘅了嗬，佢了破嘅了，一成個吹破嚇。
吹破阿爹陣特別我 lucky 就係我冇掉下你咯，that one 我冇掉。哦，我掉我是掉下你教阿妹病嘅。我咁樣掉啊！我們掉，我係這裡這裡正你我這個鐵啊，然後一定要做到正吹破咯。一破啊！正吹破。對。然後隻條落物件事，哦，酸嘅是嗰個。阿什勒沙，我都覺得我知啊，我頭一個月嘅時。actually 我第一聽是啊，老實講啊，唔是我白手機嘅時聽，是你唔知啷有哦，應該是有啦。伊個後尾4 key 還是用是6 key 啊？伊就係鐵嘅 bracket 鎖住起你手機嘅。對。然後係咧 ，because 你是伊 angle 嘛，因為 Q 嘅時特別為 Q，so 伊要係伊鐵入去入面，伊是鐵是上加。爆掉呢個機嘅咋，所以等於是手機嘅位旁啊，伊就要經可以開起來，伊個係鐵嘅落嘛。伊是硬嘅字，我硬嘅，冇伊係手拎，互我攞一禮拜嗬，伊手拎伊 separator 可以經開，然後伊頭嘅手拎是個落伊鐵落去。我未記啊，我哋白啦，我再講伊實係你唔加落去嘅事。伊就硬嘅字落去就對啦。伊是硬嘅字嘅。你當然講啊，我講錯，係你唔是一支鐵是鐵啊，是係手拎嘅是鐵。手拎，有影。勁嘅出去是，你只勁啊，你就後尾就未播啊嘛。對。然後你播啊，你無心情食，就刪咯。特別就係人啦，一個月呢。這個就刪一個就刪得對。你係你老婆係人估啊？冇係老婆一禮拜呢？係啦，一禮拜呢？一禮拜，但冇，你前一時就會鐵落去時，所按嘅時，我都差不多一個月，然後我都冇咩食咯。我就食咗我媽就叫我媽煮糜啊，係咪咩啊？看成間暖嘅物件，然後呢我就食。我當劍第一間食糜啊，你咪叫我食糜。我驚。你都食嘅時候。食個咬咯，未啊？你冇上嘅，我講埋個調你出去定嘅。我第見到係咩啊？食飽了就去洗出去，你唔驚噶啦？係咪？佢調佢用 floss， 你知唔知 floss 怎做 floss 哦？我冇 floss， 我今日用係你我哋食機嘅，我哋上次嘅 brush 你看你好。但係乾啊，你點解我冇啊？是我做嘅事實嘅是冇。我特別我 floss 阿妹，แล้ว如果就係我個驚我出去做，你就話阿妹 floss 時啊，特別我媽特別係你 Oral-B 嘅出去邊係你鹽嘅，係你鹽食嘅，係你較硬邊，我老公講較硬邊，所以伊就係好啊，是係邊頂面多邊只邊一啲邊多邊只邊嘅呢，แล้ว我嗰度吹我嘅 floss 特咧，做吹咧，你咪是 bracket 你咪是有貼咯，你當嗰一個貼，咦，所以手機中後你就俾吹過你嘅手機白加你嘅頭整嘅啲嘅貼去，你話呢？你所以這是你手機啊，這是你手機，這是你嘅貼哦，貼啊 between 手機嘅貼嘅位，你就吹過一坑。我吹過啊，成一個嚟，嚇，你吹過一個塞起去，特機啊，你吹啊！係你是 special，係你是 special floss pick 嚟 floss pick。唔是，我係普通嘅 floss 嚟。普通嘅，你吹嘅啦，一條線啊，一條線喺度。伊唔是係你後浪安尼篤一支呢硬用喺你塞起 floss。floss 切花呢款。但所以話嘛講，安怎你呢落嚟去 floss 當金特咩冇 floss， 我 actually 當金 floss 是真硬嘅，邊個頂到我白最起是 floss。對。了，所以我暑假 Invisalign 就是方便只濟咯，對我嚟講 ，even though 人講白最起唔是特你 case 誒。用 Invisalign 嚟做，你就 combine， 你特別有 Invisalign， 所以我看我直接 start 嘅時，而且攞住把錢嘅 Invisalign 定 ，Invisalign 冇 ，Invisalign maybe 白嚟票，一時係你一步做好路嘅啦，伊是成個，伊是唔是透明嘅？透明嘅對，伊是成個 retainer 上嚟咯，
伊是因为喙齿對，因為喙齒特別好真奇怪啊！伊印嘅時，伊唔是用迄個喙齒膜印嘅，好多假呢。伊印嘅是用 camera 翕嘅，伊 3D 嘅 stitch 起來嘅咧，就一隻 interesting 嘅就係 Invisalign。伊一支獨機物件，你下啲喙啊嗬，一翕就伊嚓，你，伊去 scan 嘅呢。你打 3D printer 啊？哈，睇 3D printer， 伊成日 3D scanner， scan 就是幾啦scan 咧，伊 stitch 伊小影起來，แล้ว伊摸到出來到 screen 嚟啊，你pen 閃嚟閃去難看，แล้ว伊係 scan 摸嘅แล้ว，人哋有啲摸有伊出一坑咯，所以你特別過去翕 scan 好時啊，有啲摸แล้ว，伊就用伊嘅摸。嚟 blend 伊安怎刷伊嘅喙齒，你使 time lapse 時你使看你喙齒呢，我嚟刷咯。แล้ว伊特幾日，我係特幾日一禮拜咯。就是玩一個啦。伊係一禮，什麼是？即係 every month 是一幾日攞嚟先是，一幾日先是攞嚟我未記啊。แล้ว伊有伊有一壓，แล้ว伊燒，所以無限制來嘅。你 scan 咧做好時候，你等那個唔知幾禮拜，你看，夾，你就去你 dentist 夾，伊個 series 有時是6個月啦，6個月你無上嘅 set，แล้ว你夾對厝咧，伊一包，成個你再人去 dentist 是用消毒嘅物件，伊有一個成個燒起來，你看呢？嚇，back 掉，แล้ว你開起來，แล้ว你稱本是上哦，或你稱線嘅時就按咯，แล้ว你稱就要稱 at least 20點鐘，18到20點鐘。所以essentially 你偷嘅時是偷出來面喙齒，偷出來食呢。แล้ว食飽了面喙齒情嘅，我準備是1 meal a day 變做，因為我食半段面喙齒一個程度對，所以我一頭買食。搞 lunch time 時到啲 office 有麻煩咁滯哦，所以我就 lunch time 是半段買食咯，買食我等個我對厝嘅時，偷有個自己那個食，你變做1 meal a day 去咯喎。就是因為我白喙齒嘅事。你半段變喙齒咩？你變喙齒廿半點鐘嘅唔是啊？無，我半段，就是我變喙齒，我變喙齒就比較大嘅事，所以我早到啲 office 時，office 時我食半段，所以我今日買食，因為我知講我陣邊條特別食久啊 ，floss 嗰隻 floss 嗰隻邊，特別變起來啦。有 Invisalign 嘅 cover，because 伊 edges 啊，伊邊啊來嘅。哦，成個 plastic 安尼啦。所以吐，如果我唔吹破啊，แล้ว伊學你一支咧 emery board 係啦，冇真假嘅。所以你才去播，特別播，本是想，因為本是來，本是吐掉，是怎麼你嘅吹氣吧，成個絲吧去啊嗬，你個無變做是無問題去啦。哎呦，啲喙齒嘅物件真係濟工啊咧。這間我嘛講我是喙齒落仔嚟，特別我喙齒水啊，當今。啊啦。對，你會真水，真正水。你水買命。在after 我係咪啲 wisdom tooth 嗬？個有啊，我頭前係一個 decay 啊，個有物件要做嘅。伊是 true X-ray 伊甲你講是 very near to 你 nerve， 哎喲。so 伊 after that 伊個倒轉去嘅時，佢甲我講伊看伊講我暫時先 patch up with feeling 所以係成嚟講。if 所以伊係 feeling 啊嗬，伊講若是如果有聽，你倒轉來你特別做 root canal 啊，特別我無傾到做 root canal 喲。root canal 本是幾難做啊，唔是一做做了嘅。root canal 嗰是 crown。root canal first, then only crown。伊隻我嘅 nerve 數。so แล้ว我大啲我甲俗西人講嘛，哎喲我買做 root canal， 我俾佢慢慢壓而家應該錯。แล้ว唔係啦，應該是係你啊嘛，伊是叫我咪摩拉嗬。
哈对。แล้ว就ใส่เขาก็ไม่ใส่โมล่าไม่ใส่บ้านลูกโมล่าบ้านน่ะลืให้เลยบ่สปอร์ตแล้วลืตัดเลยที่จะได้บันกาลาฮีปุ่นสิเลงฮีอ่ะปุ่นสิเตียวทะเลฮีว่าอายุสิโลเนี่ยลูกกองอันนี้ก็tapi bela去做啦，去做，because 個少年個，你去一間係冇嘢嗬，你物件嗰度就慢慢零嗰度係，就是酸嗰度。就係教我講嘅呢咯。你去做 actually 我嗱是講都唔話啦，嗱是講我做 root canal 啦，係咪 implant 嗰度冇做？因為我感覺到，嗱是你食物件未好事嚟講，係真係坎坷嘅。嗱，成日聽到我 wisdom tooth 嘛掉。班啊嗬，我成日講 that's the end of it 咧，就係stitch up 嘛，stitch up 啊嗬，我 stitch up until 2禮拜嗬，伊無大幾啲手，所以我到短期時教我考咯，伊教我教咯，所以我成日講教啦，你個包咗2禮拜，應該 OK 啊嘛，反正實在夠坑嘅。แล้วเดี๋ยวเซล wisdom tooth อันนี้ตัวดีมา所以伊會坑伊是好了 but 伊會坑無อันนี้แม่ fill up 嘅一般แสบะก็อะไรประมาณแสบะตัวตัวแล้ว你拉三物件嗰啲機器嗬隻物件係啦 every time 食嗬你特別我而家係 strange 伊個無教我講伊個教我講แล้วมัน啦你使 eat as normal brush as normal 伊教我講嘅嚇對嘅裝嚇ไอ้坑อันนี้ตัว坑就佢邊個做 eat as normal so 我 until today 我個無咪加 on that side 哦 because 伊是袂聽 but 伊唔記得嘛愛去加落機器內邊嘛。你薄一個想 back 機器，會知嘅，但唔記拆掉，你知哦嚇。所以我睇那時，我見俾你人見哪隻藥係 strange 啊。嚇，轉可以 make sure 講，如果你個未看到，伊是坑，咱看到有坑，特別你個未看到到底內邊有物件是無物件。只清氣無清氣，你唔知嘛。So every time, every night before 困嘅時候，等到 palm stretch up。every other time 點gargle 飲水哦。頭殼跳嗬。病gargle 飲水新鮮嘅時，我 gargle 係嚟mouth rinse 啊。哈。แล้ว我個一落來啊，我一落來唔捌用 mouth rinse 嘅人嘅，我唔捌用 mouth rinse 嘅人嘅，我 rinse 出去啊，係 water floss 啊刷啊，我唔捌用係 mouth rinse 啊，然後我睇下安尼去，我嘛是講，先生愛個清氣啊 ，doctor dentist 會教我講你用 mouth rinse 係咪意？所以啦 every time 只個 mouth rinse 物件入去時，有咧 rinse 未出來。嚇，所以講用 mouth rinse，所以 every time mouth rinse 嗬，你十病啦，我成日講我講我媽都講。我真係特別咁話，都特別吹大，你知哦？成日冇暖氣啊！對，小清氣。然後 after that 我去 Google 看，對 ，if you use too much of the mouth rinse，你 bacteria 冇咁了解，你未出暖。哦，那變咗吹大。哎呦，這數我冇死啊！這個阿達呢？阿達你唔係包佢出去嘛？你有啥 curious 又會白哦，會 fix 淡薄正愛淡薄，可能成個即係個朋友呢。Not really 啊，我係只要白出去，所以我有看過伊安怎過日子啦，白出去嘅時，嚇，我過見過，伊是迄種就是 braces， 然後那一支嘅，佢嘢接嘅，然後嗬，伊個大家都。有一陣嘅時啊，一穿起嚟個頭嗰種對，哦，係你計積壓嚟啊！你冇講了，係你，然後係你是會 extra force 會酸你出去嘅時候用嘅。對，我係只係快 extreme 嘅，伊係真係只百嘅迄種嘅。即係伊要用你頭嘅，because 後尾就 strap 嘅嘛，就係你頭後尾就 strap，然後伊正，所以伊是下掉呢，然後伊硬幾擺，伊唔是成掉啊，你其實就是幾條咯，你係實伊頭嘅，是講你愛是伊隻膠，好哭伊是日伊即是安尼。保護住佢接喎，所以是 essentially 成個 extra force 咧，成個係你半夜別使講幾日超定係字啊！伊是 force 係你安尼教，你影到教，一分鐘伊 help 伊 Q 到點就嚟。所以我知伊細個嘅時，就是特到情嘅，可能衝掉。我 memory
我無去想到啦，姐姐，我原來人哋好難從maybe 有題啦，過，你古早看戲個真濟啊。迄成日攏捌看過 South Park 啊。South Park, I saw 3 seats come sailing in, come sailing, come sailing in. 你只怎麼啊？伊就是講嘅事嚟嘛？伊唔是請嘅咧。哎呦！然後我過去過，伊個有迄種特別嘅出去啊，出去邊嘅啊。because 伊下咧，伊 braces 啊，有一坑一坑一坑，伊 brush 伊嘅邊伊嘅 bracket。喺呢個 bracket 嘛，因呢，伊成四支卡咧，成個大門嚟咧，四支卡黏到住佢而家，伊鐵線攰到啲下邊嘅，所以正正係坑㗎啦，都特別去邊嘅。啊，是咯，所以我哋會有一支按下呢，然後細細支呢，就係 brush 碟咧，頭先。然後我看伊邊嘅是，伊是，然後插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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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啷啷啷，係啷啷啷啷啷啷，你看邊？我是我是吼，阿邊就是冇 try waterpick，actually waterpick 好嘛是，嗬，你 braces actually 用 waterpick 較用搶伊嘅物件錄。是啊，但係是有 waterpick 個加。冇個嗬，頂到是。頂到冇嘛？哦。那 waterpick 係頂嘅好。較新嘅啊。較用搶出來咯，我啦啥？當今我特別個有 races 嘅，後你講到 same races 嘅呢，伊本是安尼上個你講即個你 sister 係咧，伊頭前有清特別中位有水射出來，所以你拿清有拿射，後你 clean 後你清你 races 嘅。哇，講你。嚇，但係清迄個 Invisalign 咧，都冇迄個問題咯，冇迄個鐵嘅問題。你是會清迄個特幾日，唔是即兩禮拜我知道，了你特別會記看你迄個，我特別寫清楚 ，because 要 print 你成個 laser，嚟講講這是第幾 set 嘅啊，了我一把酒咧拖啊流啊，40幾歲啊，寫呢，所以我就寫1、2、3、4到好，到啲位浪嘅，我較硬看掉啦，了你都特別伊 actually 係 confirm 嘅，伊嘅迄個 Invisalign 伊有印嘅，伊有成一點伊有印嘅，幾號到啲下邊，你別驚我清唔掉伊有印到啲下邊嘅，了你浪去清有時特別。下你們就死喎，你都清兩禮拜嘛？係你特別尖 solution 啊，你看嚇，特別尖嘅，係你成日 get 出去嘅 tablet 嚟看咯。Because my sister 伊 after 伊掏伊 braces 先嗬，伊就是伊個清嚇，伊清了成個係你 Invisalign 你看你啊 retainer 啦 ，Invisalign 啦，伊是係你嚇對 retainer 就所以係你播伊是 fix 咗伊嘅 position 咯，但是你冇清啊，佢走過嚟，我就是冇清咯。我就是冇清啊，我就頭實去。哦，我唔知得個會清多久啦，特別我嘅啦，我清嘅是即係鐵啦嚇，我到馬來西亞做，過來 US continue 做，教我頭是 almost 4年，差唔多啦3年個8個月。4年啊，你看咯，你老公冇同我講啊，以 estimate 啊，你看啦，特別普通嘅人8年冇得估嘅，白清都8個估。我8兩年，清 retainer 2年。你冇 continue 清 retainer 啊？我清2年啊，我你2年半冇 good 啦清啊。Actually 嗬，我頂到就是人哋看咯，冇全部。頂到你 retainer 係特別你20年嘅。古早 retainer 是人家人家出去嘅。對，伊到底你冷熱嘅嚇。了伊一支鐵嚇，對，我本身呢，我本身呢看你是，伊是成個人家出去就對啦，伊，但係呢撲佢去到咧，伊呢發掉一支鐵嘅。講話臭領帶嘅，邊白出去嗰個臭領帶。對，because 已經有教。已經係咧，一啲是看到你故事嘅嘢。係你我就清只 L 冇清就刷，嗰隻歪上面我自己嘅個嚇，
我冇情 retainer 是啊，一直到南邊嘅咯，我切。手住裏邊。啊，安尼到南邊嘅。好，定到我手機一支，它一支是完全冇落用嘅啦，伊是規支先咧，我只去南邊嘅咯。所以佢處咧是你看到成白白，一支手機是咧向到南邊嘅。佢是話 after 我白嗰度，我白了我冇情 Invisalign，你就扮咩嘢？然後我到對去actually 我準備是 start Invisalign 呢。我其實我是關係嘅，你 overtime 嘛。我個2000年出呢是8號咧嘛出去，然後舊個當金，我 start 我請 Invisalign 是我 around pandemic 嘅事，所以冇個 recently 呢，所以我就這年咯冇請，一刷了我再講一刷，因為我係 retainer 等到我收掉，特別未請呀。因為一走我去走嘅了，特別你 overtime 刷嘅時候，你冇感覺了嘅，所以你根本唔使講你出去刷去，你會記講我正要南面頂到冇嘅，當然南面自己佢就拖入嚟啊。所以我變做我冇講去想講就 serious 係啥物，我上擺我老公講我講，你係頭整嘅出去嚇，因為我頂到是我 correct 我 underbite 啊嘛，我是頂面落嚟一點下咯，然後。當叫我冇情一刷出來就知道，就走出來，就走出來，然後我出去講出去，教我頭整出去零去。哎呦！所以我真係記嗬，伊呢，你有零啊？零去，我樂觀就是因為伊講你看我動嘅時候，伊最好看，伊動嘅時候，伊成日呢，叮當叮當嘅呢。Oh my god！就是啊，都是，他就話要看這個面，所以你要緊，就要請你 retainers，因為冇嚟講嚇，你了你辣安尼估嚇，你拍生嘅啦，係你 effort 嘅啦，其實你啊點聲聽，了。我係出去講到啊，伊咪是00咯，頂面00啊，伊就講你特別我特別 refer 你去 orthodontist 看你特別安怎 correct， either 特別 Invisalign 是安怎 correct， 所以還是去我個實情 Invisalign， 唔是講話哎呀出去啊無水啊，啥物我唔是呢，第一整 Invisalign 是因為我無請 retainer， 愛講啲攞你頭，就是佢已經搞曉安尼啊。我在同意啊，你看到演呢啊，嘢，我呢種清彩都輕輕的呢啊，我輕輕的當呢，你對看到伊個這呢叮當啊，出去。所以白出去是人白嘅，唔是暫時嘅。It's a lifetime。對，你特別 because 呢邊自己 adjust 嘛，呢邊會翹啊嘛。你翹到對你natural 嘅bone structure 啊。對。一句是 iFish， 一句來嚇。我知。呢邊識喎，呢是。Hello， 我是秋虎。秋虎。等陣我 at 秋虎啫。等我 at 這裡個秋虎。嗨，秋虎，秋虎把困車哦。你報名把困車哦？唔是冇我面真亂嗬。唔是，你聲安尼聲把棍車聲。未使講話聲大聲，得人困。哦，秋虎是唔是講嘅垃圾咩都是伊嘅？食講落。我今晚好，我是被 join 係你幾個歲，冇幾個數，冇幾個數，冇幾個數。哦，你看到幾啊？愛幾節。OK， 你看到幾啊？是你會梅林晒？唔是啊，你自己拄着？唔是，我冇猜，我冇成日拄着。It's like 加 close 嘅人拄着。哦 ，OK。แล้วลอง想下，เราไม่กะจะเลย講咩？จะเลย。下海。哦。咩？當然我把出去，你把佢出去咯。我請咗 research。嚇！你請咗？到我看，別看到誒。咩？唔是，我唔是 Invisalign，我係 retainer。
哦，穿條 retainer，當佢我講到發出去。呀，我穿我北5年前啊，5年前北落久。我 by right 1年半了，我拄着 COVID 所北甲5年嘅。OK，我是我把你講掉呢，因為我無穿我 retainer 嘅數，我係出去。刷了，因為我 underbite 嘛頂到，然後就 corrected 了是用穿 braces 一 correct 刷一去啊，你我無穿嘅，佢就拖出來，變咗我接物件是布是冚嘴是降到頂面，所以變咗我頂面落去出去嘅呢，輕呢。我只係 cousin 無穿啊，佢咧愛嘅咧，如果只貴，我就特名就穿嘅。對。所以你穿阿妹呢啦，對阿妹呢，我跟佢穿阿妹呢，但係我穿啊，我直接夠解，所以只夠裂，我就俾弟弟嚇，一直別嚇，我會想，然後我冇半年就換一個 set，我會想，我直接我想下弟弟講講伊無夠硬，我直接教喺硬，教我想㗎，你攞弟弟呢啊？我看你哋呢種，我辦，冇，just 我弟弟教咗，等困嘅時阿妹阿會困嗰陣，make sure 嚇黐咁，係咪 sure 係只硬蚊？所以我穿安尼款嘅 retainer 嗬，是穿了啊，無過去刷 anything 啊啦，是穿係了 the same set，穿係了對啦。你但是你要別嘅時，一個隻 inbox 佢做嘅先呢。一個考慮過。冇啊，一樣到對誒。哦，你用 Invisalign 啦 ，maybe。一樣到對嘅。那邊是有 digital image 啦，要 scan 啦。It just 去 check 啦 ，make sure 你係 match 得對啦，伊都嗰啲 print，伊嗰啲。嗰隻印出來咯，成個 Invisalign 咧 ，Invisalign 是 3D printer 嚟嘛，是特別我冇用 Invisalign， 因為我bằng實，你咪做，因為我學集清下，是包括我 retainers 嘅料誒，了我 retainer 是一時冇上加 Invisalign 就是我 continue Invisalign retainers 咧，我印嘅時我貴，迄時我就學累嘅，你是就學累嘅，你就買啊。還是包嘅，愛學嘢。所以因為我包10清是包個了一樣自己做嘅，所以我就印包嘅。US dollar 10清。冇，我10清是做個了啦貴 cost 啊。Invisalign。尋 Invisalign 個了。你都冇聽大媽，未使講60清嗰個後世個，特別唔知後小無後小嘅，即係 dentist 是 insurance 唔知。我大正做把3清嘅。嚇，新加坡女啊？嚇，新加坡女。แล้ว特別我是10清嘅是8清，我未記我在國貴本我記，因為我當冇聽啦冇。แล้ว Invisalign Malaysia around 10清啊。哦。對，差唔多。所以3清新dollar差唔多。對，差唔多。本地我對佢就好做嘅嘛。แล้ว好彩冇期間 COVID 時咧出去外嚟。當然好啦，你當然清掉啦，清掉即係清 retainer 咯，咁 retainer 是 as long as 冇變，你清掉，你就 continue 啲清啊，所以特別你特別只是兩清嘅啦 ，until 你冇嘅。Really 啊，清啲 retainer 有陣時清只是人嘅啊。但是你冇清嚟講，咪走咯，所以你特別清啊。有時未記清，佢拿熱呀，你就按起啊，對。對。你問講啊，你問講，我有當時成日講，你點下等啊，成個我坐飛機啊，什麼嗬，然後你冇清到 retainer 時候，我 lapse 但係 usually 我成個前幾日我是 dinner 了，嗰日 before 我困是變出去好時嘅時，我就清嘅嘛，所以 normally 每清 at least 炒每8點鐘到10點鐘嘅你可能，嗱是講你係早清嚟講，所以那是你冇清掉嗬，搞到你4點就20點鐘過啊！你情緒我啲實到 feel 到卡硬嘅，你超級係走嘅，所以就都唔清。你被 maintain， 你就被清 retainers。I 水就被清，唔係清單係懷疑一種嘅混走嘅。就是啊，我嗰陣時講 I 水呢，我係出去走啊，嗬，講出去啊，啥嘢出去零氣咯，出去零，我頂面咧，頂到你講嘅呀，你我直接講到直接
開喙冚喙，真濟刀都唔知啊！所以比講成個人佢哋角碌甲伊拎起咗，都唔知嘅。我做咩事做咩拔第二刀？因為我感覺到我後尾一路棍條，我 maybe 後尾 complete 呢度，互我 complete 去啊！伊請講伊無咪 detail，我頂到我直接路棍就好誒，然後我一查某路棍伊去實驚，所以白嚟來 temporary 就搭波淡薄暖，我看伊淡薄暖爛入邊，所以。伊度快做好我度做無好事，然後度後尾互我了 complete 位 treatment 了，所以 complete 位 treatment 了時度 feel 到成個 feel 到成個無咪好事，然後呢我個清掉 retainers 個咋，還是清掉 retainers 本走咯咋，所以伊度甲我講我呀做咩事走 ，that means 我手機個在講掉，所以我dentist 看伊講你度 almost 好了 clear 啦，當然六個月後個再 start 講掉啊。所以我就會對佢教我 dentist 就會 refer 我 orthodontist 佢就 start whole new set 係嘛嗰隻。哎呦，當然 OK 啊，冇講啦。你炒好係咪數去白出去咧？會唔會？愛水哦，白係3年，定3年。嚟講愛水嘅啫，嚟講。我是冇講，我是嚟自己走之前嘅，就係伊冇拜即係得個朋友啦。係，伊走為咗愛水嚟啦。係，為咗愛水了聽人講這邊嘅3年嘛，你咪去白咯。你講係咪係真係講你白住去啊？你jawline你正嘅。係，這邊尖去，這邊貴尖去，就貴嚟變形，變有年我感覺變真濟。點解我是變泡泡嘅？我正嘅嘛。我是一隻白咧又講白迄是創貴問題嘛，迄是創貴問題嘛。上個我翁吼，伊無拔出去，伊拔嘅啦，but it's not 就響嘅啫。So whenever lose intake air 位吼 ，normally is 較快，所以你偏邊旁邊，所以人拔出去嘅邊會散嘅，唔係你譬如我會創貴啊 ，instead of 你除創貴你困死。This is 即個是我翁其實伊愛拔出去時嘅路唔解講，愛拔你出去因為你 snore 就響嘅時，所以你看你人嘅 frame 吼，你 chest 又是較闊過你腰嘛，unless 是背啦，我唔嚇我。我係是相 shape 嘅。and then it's still okay 個啦。By right is supposed to be intake air 然後是較快 ，so 咱皮膚嘅，佢哋輕位哦是較闊過，咱人嘅 lower 輕位嘅，佢哋啲側位較闊，側位較闊，側位較闊過，咱 lower 輕嘅 by right，because 咱人創過用皮膚嘅，都會你左就闊。所以我翁伊創過常常是用喙創過嘅 ，instead of 皮膚，所以伊邊是方便。即係啲數就係放住佢數，伊放到喺裏邊嚟。有嘢嚟。一百啊，有了一無百掉，一無百掉。แล้ว你即係炒糊，你係有 feel 到尖在裏邊。唔是你擺出去聽了冇被加山嘅。唔是啊，就係愛尖背，你就愛水嘅。我冇咁解。我就學伊嘅一隻 honest 一隻老師，一隻講你垃圾嘅，講水嘅字話，就是你為啊，所以但係你講白了你正，你感覺到你咗較尖去，較散去正。哦，冇咩？唔知喎，我唔知喎，你特別確定到你嘅時候應該話，我一來我咗度係尖咩？我咗住落嚟背時咪尖，山時會尖。你話咁講啊，大家佢話我國家會曉過，出去係我係真。對。แล้ว因為定估白嘅時，你只係靠寫嘛，แล้วafter that 係你嘅แล้ว係你 do 嘅แล้ว啊 ，after that ก็ keep on ติด用แล้ว成啊mouthwash แล้วfloss 係咪嘅แล้วก็ติด用แล้วก็咯。你成日 build 你新嘅 habit 嚟看啦，嗬。แล้ว咁ก็好咯，成日個唔使個幾少個爽嘅。但你
有穿 Invisalign 啊？你 Invisalign 有 anchor 嘅哦？冇穿 Invisalign，我是你穿 regular braces 哦。OK。我 braces 嘅，不是 retainer。OK。我Invisalign 嗬有 anchor 嘅咋？我換過幾年，但我 actually 個有 hook 嘅呀，讓佢兩條隻 hook。Invisalign 有 hook 嘅咧？嚇，以前你看咧，伊個 hook 是到底我手機嘅，了伊個 Invisalign 是干那包掉你手機呢，所以伊有刮一坑，學你會塞入去 accommodate 伊個 hook 嘅。哦，了我就穿住你手領一陣滿咋。我 Invisalign 都係穿手領嘅。我第一次聽到 Invisalign 穿手領喎。一參嘅，所以了我有 anchor 嘅咋。我 anchor 就是講伊個特幾若支手機，伊需要較濟 grip 嘅位置，伊有一支啥？伊毋是一支啊，伊啥一環一地一點啊呢？啥拖下一棍嘅 shape 呢？等我看我 describe 就可能講，伊你識講這是你手機啊？我看下，這是你手機啊！伊有 anchor，伊是安尼款，尖尖成個一包嘅，那是喇嘛呢？看，伊呢，即係你手機冇 of course 你手機嘅大機啊！伊手機你手機就話超人咯，然後伊就有隻 anchor，แล้ว你穿嘅伊 Invisalign 嚇，伊 anchor 是到底伊 Invisalign 會保有 accommodate 入去嘅，但係伊有一個坑嘅，所以伊變咗成個伊拖 Invisalign 拖嘅時，伊有物件 grip 掉，伊個會酸嘅。你哋刮你喙咩？啊！你頭你 Invisalign 時，你對感覺到，伊無講食嚟啦，伊唔是講食，伊唔是講食嚟尖啊，特別伊是尖拖拖嘅咯。了伊特別你冇穿過 Invisalign，我唔知我actually我穿時我無是頭一擺發覺講，原來有呢款嘅物件我都唔知咯咋。So 有幾若點啊？我穿個後背嘅時 ，last few set 嘅時個無佢哋點，你一點是按照 apply 咋？伊是假如嘅 Invisalign，你 Invisalign 成個伊薄很，特別伊攞 set 啦，所以頭一 set 來時，伊就 extra set，你一個到底係你在伊 Invisalign 咪是有伊薄，你一薄伊有尖嘅伊咪是成個拖一坑，揼一坑。to form the spike 咯，伊 form 嘢係你一件咯，你呢度果嘢成個手機嘅物件咧白白嘅，伊說手機食嘅啦 ，transparency 咱手機把食，唔是手機嘅食，伊度點你刷嘅啦，伊個一坑angle嘅啦，然後佢倒去，你後去結腳，然後看到頭嘅時，伊angle嘅啦就黏到你手機嘅，嚇，然後特別伊嗰度薄係 good。你錯菜嘛？有個 hook 後面內 hook 嗰度清超咩叫超拎就站滿位記。我該穿啊，同人講啊。穿啊，聽我穿啊。未啦，唔係，人唔知，人定估會做事嗬，人聽人做，哦，這艱苦啊，邊聽，特別佢自己做事嗬，啲嘢都 OK 啊。就俾你穿落嗰個哪年啊？你穿哪年？穿哪年 braces 你看我嗰隻我真歡喜嘅時候，你去穿 braces 嘅時候，你 doctor 會教你問你你係咪食嘅 rubber band？ 我咯我。唔是 rubber band 啊，是係你的。一粒嘅物件。伊 actually 是 rubber band，真係細粒 rubber band，伊拄成嚟勁佢大係佢一揪就推人入嚟，所以伊其實是細粒嘅。我有一道我上擺啊，有當時我一個月一道嘛，แล้ว佢都學累嘛，所以我有當時一斷去咋，伊個 rubber band 斷去，伊唔是人 Q 眼嘅 rubber band 啊，就你講咧，伊就是真隻細，真圓隻細，我上擺會曉家己鬥咋，家己鬥。因為伊斷去啊，我唔買去迄個啊，伊互我若是落去時，叫我家己鬥，一包，然後我夾伊夾成個尖咧，伊迄個
而且我下對啫，上面尖一件物件，你家己when你演嘅時候，你因為是 bracket 是有絲上來手指，然後絲嘅卡咗。我自己教啊。大門我家己教。我自己教，學過來拖咧，你後尾 last one 你而家尖一件物件，我記定到我而家你在諗讀冊是有咧 compass 咧 set 啊，伊有一件咧尖嘅啊，我而家一件咧，安教佢後尾一個。我你用我哋 projector 啊 ，projector 你係腦機邊嘢？我而家咧教伊，你 later on 我有買你在當今有攤買嘅時候，Walmart有攤買咧，成日一隻鏡了，然後你刮你去靠你出去洗嘅你物件啦，可能啊，嚇，然後你度較硬氣到對哦，伊是真漸漸然後你教佢。你話係，然後我只小嘅就，我特季節做冇想食嘢，冇啊 ，OK，Christmas 啦，咪食硬食車食好，我講 OK 啊，你樣睇，你伊人只小嘅就係那啥，人哋我別人冇呢小嘅，別人冇話食嘅，像我嗬，我只 holiday 是冇像 Easter 啊，我係記 Easter 嘅，我係冰嘅啊，我係。冰嘅啦，係藍色嘅，青青嘅藍色嘅，冇想食噶。我叫我去 ski 嘅時，人個看到我出去，講哇，你是 Easter 係食嘅你睇啦。誒，我說的是 look in US 嘅時。我 US 時下對，因為我係喙嗬，我定白鬼刀，白我刀。你唔是假少年你知道白咩？我少年白鐵咯。แล้วเรา咧是白 Invisalign 你ว่า冇情 retainer 是數 Invisalign 乜你話食嘅咩 Invisalign 未話食 Invisalign 未話食我到 US 是我白出去時我白到啲 from Malaysia 白去 US 哦 OK 嚇我19歲白到22歲啊唔知嚇4年啊吧3年個8個月我笑起來我只是我攰嘅braces 掏出嚟啲鐵 bracket 嘅啦，我燒掉嘅啦。對。3年8個月，然後我寫起來啊，3 years and 8 months。然後我特別嚇，我就是咖喱冇想食咯，因特別換下話，因為你話你會自己一食，還是會跪拜Saint Patrick's Day 請嘅了。請。嚇。So Christmas 都咪係硬架請。Christmas 係要硬架請都有嚇。你特你冇有啦，你有當小嘅時，都係我記後輩嘅時，伊人有係學我actually 冇啊，我係迄個叫咩Invisalign 嘅時，我係 bracket 是 transparent 嘅，伊是出去色嘅，然後伊嘅 bracket 是 plastic，伊唔是鐵嘅啊。伊是上加 clear 我唔知咩物件嚟啊 ，plastic 係什麼？冇 obvious 就對啊。So 係冇 obvious，然後伊個伊個 band 是 transparent 嘅，頂到都有 transparent 嘅 band 啊，特別你咪是看到黑鐵一點咯。當叫伊個，是啦，伊個咧 silver 嘅。嚇，冇啊，當叫迄個是 clear 嘅，當叫 transparent 啊。嚇。特別我niece 請 braces 嘛，我niece 講真正咱古早是鐵嘅，所以上個聽到你講是 transparent 嘅，唔知又是 plastic 啊，是愛別嘅嗬，唔知真正硬別。every time 都特別多東西。伊唔是特機係迄個 clear 嘅，有時頭前咧後尾都係鐵 ，because 伊上 stress 真濟嚇，伊就是講真 tension 真濟嚇，伊袂係頭前咧係咯。我呢講變有陣時變出去嚟錄去。誒，啷有 braces 嘅棒哦 ，nightmare。我有隻 braces 嘅 nightmare，唔知啷有過啊。我 braces 係咩真奇怪嘅。我是嗬，我特別棒到我係喙齒嗬，錄嘅了成個護骨嘅可能。因為是一件鐵嘅咯。你我棒掉嘅時候咧，跳起來零一下，我就拖啊出來成個人頭嚟護骨咧，錄出來，你我跪拜手機錄嘅了去。Oh my god！ 我點棒掉，我睇咩？我點棒掉嘅啫，你係棒。這手機嘅 nightmare，我點棒掉嘅。
我不是个拔出去，大家都笑的时啊，伊拔掉掉的在下边咧。别，咱大家都哈，拔出去时都比较笑的。係啦，你唔知愛開，還是愛冚？แล้วเลย呢啲是看到你冚嘅時，你跳嘅時，冚嘅時，我想咁兩物件。對，下掉一個碰碰下，把你個可能未下斜斜啊。成日撳耐咧。下掉下，跟住啲啲很潮呢。嗱嗰時每潮特別咁買係能看到 braces 或者 case 呢。你有時講話咧，白一個 lip 都教掉。安嚇，教掉對面。聽我當時候都我就真搞笑咩？我睇潮啊！你出去咪打咯，打係啦，是啦，你回人掉啦。哎呦，我才講拔出去，就是就物件講，แล้วลู拔出去ลู這個臭葫蘆係辣哦，係 wax 哦。冇嘢病嘅，嚇一條嘅，嚇對，一熱啊呢。แล้วเราเนี่ยเหลี่ยม出來就係燒啫，即係馬來西亞嘅咩？就這邊啊，你 winter 時候係特別要出來嘅，成個辣字呢嘛，定嘅嘛，我壓你啊，佢哋超嚴掉可以 come to room temperature， แล้วก็嚟追，แล้วก็嚟豆唔是團㗎啦，係我嗰陣時食鬼啊，只辣字。臭虎食到出嚟又借掉得咧。I think 我 actually 我無蝦米會記我拔出去會告訴我 like black out 呀，I think block out 呀。我只係拔了過後嗬，只係頭了我就去實驚。我拔完了嘅時，我們嚇，แล้ว我只係拔了呢嗬，我就係我只係頭嘅時就是去實驚，就是 before 我實驚。所以後尾咧我成日。下面咁別嘅啦，我感覺就係硬嘅咧，冇講得。Maybe actually 唔是講只硬嘅，但係這是你未記呢？未記啊！對，哎呀，什麼沙來啊？喎，แล้วOK，so 即人發出去嚇，哎呦死，講到有隻點正啊？點正17分啊咯，個 non stop 話人哋講。拔出去等我想看，有人會有人 curious 係咪拔出去係咪物件？是都係咪 share 物件？我未使講，係咪是路邊學你家拔出去？未使講啊？你有 overbite 嗎 ？overbite 嗰個對你巴淡薄。特別冇。好對咪對嘅咧，唔見咪對。係咧咪對路呵？對路咪 man 咯。對路嘅一頭。生類咯。生類。白刷，又擔又個嘅那就那字嚇，又塞又擔嘢。你是殺一定是殺對面？殺對伊頭頂，我頭頂。冇擼啊擼嘅事係你。我是underbite。你後生是 overbite 啦。所以一定食一啲。然後伊嘅喙是真細。冇伊是殺對面是咩？你講 overbite？你 overbite 嘛，所以愛出來，一定愛出來嘛。冇一定，你一定出來，你唔是要殺對面節咩？未殺對面節嘛，咪是殺一定出來咯。我想俾 Q 出來，成家鬧搞出來咯，等下出。Q 呀，Q 呀，係啊。都咪成鬧搞嘅出咯。而呢個就係故意報衰故意嘅。Because 我是 underbite 淡薄呢 at the border 我嘅是準，你差唔多嘅打嘅邊領嘅淡薄。準 as the 成個你 normally 你假嘅是你淡薄，你頭低嘅嘅冚淡薄你啲嘅嘛，that's a proper one 嘛，我是準。暗啊，都冇冇曬，特別冇consider 你啦，你冇只 overbite， 冇只 underbite 啦。and then 我 mother 是講，伊大伯多我是咧，伊真正屬格人喙 underbite 嘅，所以就大伯做喙喺嘅。嗰咧。喺你年代點先是一隻人食嚟流
興迄個流行迄個 underbite 嘅人會吹嘅。所以這個食水嘅有誒。在日本啊，有一陣時食蘇格蘭班尼兔嘅嘛。班尼兔我知啦 ，overbite 我知 ，overbite 我知，但 underbite 我唔捌聽過人興 underbite。That is why mother 點聲點時間啦 ，which is 你 maybe 你 mother 點聲啦，因為佢哋點聲人暑假。我媽 maybe underbite 咯 ，maybe 我媽暑假 underbite 咯，變咗 underbite 去。我 mother 爸爸多是掉啲做一處 underbite 所以我出嚟個。我 good 啊，我 good 我做咩事啊？咦，得咩啊？唔得，我聽到，我聽到唔得。我聽到卜一聲。我問誒。我唔知落掉，但我個做到。唔知你聽到卜喎。我啦，只我本有。我係內，我係 doctor 教我講我內，我成日係檢查嚟，我內咧。係彈聲嚇。人嘅咗咯。啊，咩事嚇？伊個 join 啦 join，啦 normal 人即係人唔是講特人嘅啊。แล้ว我係咗時呢，我有內 level 就話開為咗啊，我就檢查就俾接物件事，我開較大。咩嚇？我有內咗，我係需要bắt đầu去 study 嘅，我去樣看講有隻人有 double。叫做咩 double jaw joint 什麼咩？我未記得講啊。意思即係人有聽，真係聽。哦。呢邊，所以嗱，你看，這是我頭一個 opening 係安呢？嘅，係就 opening 先呢？後個，係就嚟，一咳，嗱我都開個邊啊，後一個，係就嚟。嚇！你看你看碌嚟。嚇！有師傅，伊係師傅話嘅。嚇！伊師傅成個，我係左嗬，一走過去。嚇！我係左成個安尼，一扶安尼佢鎖起喎。嚇！但我左我是檢查嚟。都係佢每人講啊，我被吞，是唔是檢查？我被吞住咗，我拍曬只正物件，我嗰時惡鬼，嗰時做調住班嘅雜寶。所以你談只啦。對，所以談只對，我係吞嘅啦，我就有時我就開我第二咗咧，咁講。特別未曉同佢只，我個談只，特別個只未借嘅人，梗係坎坷。如果關係 one meal a day 咧，即係咩？你做咩？當然係你 American burger 啊，安尼搞嘅啊，你啊，知道㗎？誒，我係廚只大，我係廚 ，actually 我係廚大嚇，唔是安尼大，我係廚是安尼大。哇！一早知道嘅 recording 係錄 show 嘛？cassette 咧嚇，我係諗下啲 cassette 有多正喎，但係我搖落嚟啊嚇，我係諗下啲 cassette 但係我可能看啊嚇。都冇嘢，都好看小影嘅。我都看小影嘅，未必我冇見到嚟。哦，小影嚟 ，sorry，我想我是的 routine 係，看到成日都夾嚟去 cassette。係啦，我是，所以我係係一啲 cassette 壞啊，拍壞啊，我係一啲 cassette。因為我係喙大，唔是你當然看都別啦，實講我喙只大。特別你看我笑時，我係記定到我去做白手機時，我 nurse 講。Tengok budak ni. Iko mulutnya besar sangat kau. Lupa. Ini ya, iko lu kira awal jika kau main yang like bright, iko ini lu cak yang cuma su. Because yang tu be hair angle 嘛，你叫因為搞得到，你潮領嘅be hair angle 啲其實be 落啲其實，伊就講。哇 excited！ 你講到看這件啦，吹 man Q 嘅，你講伊而啲嚇。因呢，依個叫潮呢，你看到我潮時啊，我看到後尾潮幾個啦，了，唔知是我係左寫加，還是我隨大啦啊？但係我個係驚嘅。我嘅前 braces 係個度邊係下咧，開啊，你開呢嚇？開係了，試試開係了。對，我係咩呢？我係一頭係隻 nurse 呢，哈，後佢邊啊開個了，佢個後尾一支啊。好了。
OK， 講個一邊先啦嚇，大家。我面就尖，冇我尖是有散魚個尖，唔是有一搏，唔是搏出去一尖嘅。我冇影響到啊，點講？我定那搏出去，喲，嚇住我隻 ，Oh my God， my 情，你就三小哈密斯白青，哎呦，咪哈密斯一抓米。我已經走啊，快啲你睇呢邊啊，你冇出聲，記你。我冇去看到。嚇死我！哎呦，我個腳。Stop。誒，即係啲阿媽可唔可以困過誒？嗱，笑我這兩個我一面困咯。哦，因為是愛對路啦。所以嘛在Sunday我冇去理啦。哦 ，Oh my God，OK，感謝啊！即係禮拜啊，講個一邊性啦嚇，大家แล้ว那是攞有興趣咧，其實接掉往 I think 另外隻 topic 係咩 free flow。free flow 就是下面會使講嘅話題，前仔落愛講嘅話題會使講嘅，頂多時咧 suggest 講要做隻 episode 成個 clubhouse 嚟開嘛，你接嚟講下面會使講嘅，特別我唔知有夠人講嘅啦，又記得啦試開埋咧。咁試下即係禮拜講白出去啦，希望讓白出去人會記清到啦 retain 冇特擺就是成個話失敗啊，佢就去頭北過，累了陪聽個了，你係累了陪聽個咩？特別水氣，尖氣。OK， 禮拜再見，拜大家。誒，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 到這邊訂一顆訂你 subscribe button 訂一訂看訂聽訂一就正，很屌落音時可以通知你。拜。